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长出3000到5000个癌细胞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此刻就在你看这支影片的时候，你的身体里正在产生癌细胞，也许在肝脏，也许在肺部，也许在肠道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医学界公认的事实。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癌症？为什么有些人活到90岁还健健康康，有些人却在40多岁就被诊断出末期癌症？如果你不听完这支影片，可能会错过保护自己和家人最关键的资讯。加入互动呼吁，让我知道你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。在开始之前，请在下方留言，提出任何你想问的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在看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别担心，身体有2套防御系统，只要它们正常运作，癌症就难以生根。第一套是肝脏的解毒系统，肝脏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清洁队长，每天24小时不停地工作，把致癌物质、环境毒素、代谢废物通通清理干净。当肝脏健康的时候，那些想要作乱的癌细胞根本没机会长大。第二套是免疫系统，它就像是身体里的巡逻警察，时时刻刻在血液里巡逻，一发现异常的细胞，立刻出手逮捕、消灭。一个强壮的免疫系统可以在癌细胞还很微小的时候就把它们歼灭。问题是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在一点一滴地破坏这2道防线。熬夜、压力、外食、含糖饮料、加工食品，每一个看似无害的习惯都在削弱你的防癌能力。但好消息是，今天我就要教你用吃来开启这2道防线。不需要昂贵的保健品，不需要复杂的疗程，只要调整你每天吃进嘴里的食物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自我修复。身体在生病前总会先给你讯号，只是你没听懂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病人，等到确诊的时候都说早知道那时候就该注意了。癌症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，它会在很早期就开始发出警报，只是我们常常选择忽视。今天我要告诉你6个最容易被忽略但最危险的早期警讯。第一个，无法解释的体重减轻。如果你没有刻意节食，没有增加运动，但3个月内体重莫名减少超过5公斤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。这代表你的身体正在跟某种疾病对抗，消耗大量能量。我有个患者，台北的陈先生，58岁，做贸易的，他以为自己终于瘦下来了，还很高兴。结果2个月后确诊胰脏癌。第二个，声音沙哑，2周不愈。一般感冒造成的沙哑，顶多1周就会好，但如果超过2周，尤其你又有抽烟或喝酒的习惯，一定要去检查喉咙和肺部，这可能是喉癌或肺癌压迫到声带神经的讯号。第三个，慢性皮肤瘙痒。很多人以为只是皮肤前燥或过敏，擦药膏就算了，但如果全身性的痒，怎么抓都不会好，可能是肝脏、胆道或血液系统出了问题，毒素排不出去，就会堆积在皮肤里。高雄有位林太太，45岁，开小吃店，她养了半年都以为是湿疹，后来才发现是肝内胆管癌。第四个，身体出现不明硬块，不管是在脖子、腋下、乳房、腹部，只要摸到不会移动、边缘不规则，而且愈来愈大的硬块，都要立刻就医。淋巴结肿大可能是癌症转移的第一站。第五个，大小便改变或出血，粪便突然变细盐，色变黑，带有粘液或血丝，或是尿液带血、频尿、解尿、疼痛，这些都不能轻忽。大肠癌和膀胱癌最常用这些方式发出警告。
台中的王先生62岁，退休公务员，连续2个月大便带血，他以为是痔疮，拖到第3个月才检查，已经是大肠癌第3期。第6个，痣的形状快速变化。如果你身上的痣突然变大，颜色变深，边缘不归，则会痒会痛，甚至开始流血，这可能是恶性黑色素瘤的指兆。皮肤癌在台湾的发生率虽然不算最高，但致死率很高，因为很多人都忽略这些讯号，就像关掉烟雾警报器一样危险。但是请放心，发现警讯不等于罹癌，只代表身体需要你帮忙。那要怎么帮？答案藏在餐桌上，别急着吃药，先想想今天你吃进了什么。很多人一听到防癌，就想到要买昂贵的保健品，吃什么灵芝、冬虫夏草。其实真正能保护你的食物，就在传统市场里，就在你家厨房里。今天我要介绍5把饮食金钥匙，它们能开启你身体的防癌能力。第1把钥匙，十字花科蔬菜清洁肝脏的超级队长。高丽菜、青花菜、白萝卜、芥蓝、大白菜，这些都是十字花科的成员。它们便宜，随处可买，却是肝脏最好的朋友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们含有一种叫做硫配糖体的成分，进入身体后会转化成异硫氰酸盐。这个物质可以启动肝脏的2阶段解毒系统。第1阶段，肝脏会把脂溶性的毒素转换成水溶性，准备排出体外。第2阶段，这些毒素会和其他物质结合，变得更容易透过尿液和粪便排掉。少了这2个步骤，致癌物就会一直留在身体里作怪。每一朵青花菜都是肝脏的清洁剂。但是要注意，硫配糖体怕高温，所以最好的烹调方式是油水炒，就是先用1点水焖，煮到半熟，再用好油快速拌炒，这样既能保留营养，又能增加适口性。台湾人最爱的蒜炒高丽菜，只要不要炒太久，就是很好的防癌料理。第2把钥匙，大蒜与姜黄抑制突变的 DNA 守护者。大蒜是厨房里的抗癌之王，它含有蒜素这个成分，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增生，还能修复受损的 DNA， 阻止正常细胞突变成癌细胞。但是重点来了，大蒜一定要切碎或压碎后，静置10到15分钟，让酵素充分作用，蒜素才会活化。很多人切完马上下锅炒，那就浪费了。姜黄也是一样。它的主要成分姜黄素是天然的抗发炎战士，可以抑制肿瘤生长。台湾人可以快试看姜黄豆浆或是蒜香时蔬，简单又有效。第3把钥匙，菇类免疫司令官的号角。香菇、杏鲍菇、金针菇、木耳，这些菇类含有贝塔葡聚糖，它可以活化我们的免疫细胞，特别是自然杀手细胞、NK 细胞和巨噬细胞。这些细胞就像是免疫军队里的特种部队，专门猎杀癌细胞。香菇就像是吹号角的士官长，一吃下去，免疫兵马上就动起来了。但菇类一定要煮熟，因为它们的细胞壁很厚，生吃的话营养根本吸收不到。建议可以用菇类煮汤、炒菜，或是做成菇鸡汤，既美味又健康。第4把钥匙，深海鱼灭火队的代表。秋刀鱼、蒸鱼、鳕鱼，这些深海鱼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特别是 EPA 和 DHA， 它们最大的功能就是抗发炎。癌症的生长需要一个发炎的环境，就像火苗需要木柴一样。Omega-3 就是消防水，可以把这把火浇熄。长期摄取足够的 Omega-3， 可以降低大肠癌、乳癌、攝護腺癌的风险。但要注意，不要选太大只的鱼，象尾鱼、旗鱼，因为它们可能累积叫多重金属。中小型的深海鱼最安全，每周吃2到3次，每次1个手掌大小就够了。第5把钥匙，
好油保护血管的润滑剂。很多人怕油，以为吃油就会胖，会得癌症。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油，而是吃错油。现代人的饮食里 ，Omega-6 脂肪酸来自沙拉油、大豆油严重过量，但 Omega-3 严重不足，比例失衡，会导致慢性发炎，增加癌症风险。建议选择冷压初榨的好油，苦茶油、橄榄油、亚麻仁油。苦茶油是台湾的骄傲，它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甚至比橄榄油还高，非常适合凉拌或低温烹调。记得油要买小瓶装，开封后3个月内用完，避免氧化变质。吃对了，每一餐都在修复你自己。在谈完5大防癌食物之后，我必须破解2个最常见也最危险的迷思。很多人因为相信这些错误观念，反而伤害了自己的健康。迷思1：每天喝果汁最健康。很多人以为把水果打成果汁来喝，可以补充维生素、排毒、养颜，甚至防癌。错，大错特错！当你把水果打成汁，纤维被破坏了，只剩下高浓度的果糖。一杯柳橙汁可能需要5到6颗柳橙，你喝下去的糖分远远超过吃1颗完整水果的量。而且因为没有纤维，血糖会迅速飙升，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，长期下来不但容易胖，还会增加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。果汁就像伪装成健康的糖水。真正健康的做法是吃完整的水果，连皮带籽一起吃。如果真的想打成饮品，就做全果蔬果昔，用掉里基打，不要过滤，保留所有的纤维，而且记得多蔬少果，蔬菜的比例要比水果高。迷思2：癌细胞爱糖，所以少吃饭就能防癌。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，癌细胞靠糖存活，所以我们要断糖、断碳水化合物，饿死癌细胞。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其实非常危险。首先，癌细胞确实比较喜欢利用葡萄糖，但正常细胞也需要葡萄糖，特别是大脑和红血球，它们几乎只能用糖当能量。如果你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，身体会开始分解肌肉和脂肪来产生能量，进入生酮状态。对于某些疾病，生酮饮食在医师监督下确实有效，但对一般人来说，自己乱做极端的断糖饮食，可能会造成酮酸中毒、营养不良、免疫力下降，反而更容易生病。真正的防癌不是少吃，而是吃对，选择好的碳水化合物，糙米、燕麦、地瓜、豆类，它们提供稳定的能量，又不会让血糖暴起暴落。避免的是精制糖、含糖饮料、白面包、糕饼这些坏糖。记住，身体需要平衡，而不是极端。讲了这么多理论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是高雄的李太太，52岁，做旗袍师傅，手艺非常好。去年3月，她因为不正常出血去医院检查，确诊子宫内膜癌第1期。当时她整个人崩溃了，每天失眠，吃不下饭，一直问我：医生，我还有救吗？我的孩子还在读大学，我不能倒下。我告诉她，第1期的癌症，如果好好配合治疗，加上调整生活方式，痊愈的机会非常高。她接受了手术，也开始按照我的建议改变饮食。她做了这些事，每天喝足2000cc 的白开水，完全戒掉手摇饮料，大量摄取十字花科蔬菜，特别是青花菜和高丽菜，每天至少2份。把家里的沙拉油全部换成冷压苦茶油。每周吃3次深海鱼，通常是煎蒸鱼或秋刀鱼。晚上10点前一定上床睡觉，不再熬夜赶工。半年后回诊，他做了全身检查。当报告出来的时候，连主治医师都很惊讶，体内找不到任何癌细胞。
李太太哭了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医生，是你救了我。”我告诉她，不是我救了她，是她自己救了自己，是她的身体在正确的饮食和作息下启动了自我修复的力量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身体的回音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，每个人的体质和病况都不同。但这个故事给我们信，心吃对了，作息正常了，身体会回报你。听完刚才的故事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但要怎么开始？不用一次改变所有习惯，那太难了，也很容易放弃。我建议你从3个最简单的小行动开始。行动1，把一杯含糖饮料换成白开水。你可能每天都会喝一杯奶茶、红茶或咖啡。从明天开始，试图把其中一杯换成白开水。如果觉得白开水太无聊，可以加几片柠檬、几颗红枣，或是泡无糖的茶。这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每天可以帮你减少20到30克的糖摄取，1个月下来就是600到900克，相当于少喝了10几罐含糖饮料。行动2，每天多加一份烫青菜，不管你是外食还是自己煮，每一餐都多加一份烫青菜，可以是地瓜叶、菠菜、空心菜、青江菜，什么都好。点便当的时候，请老板多给一份烫青菜，不要卤蛋。吃自助餐的时候，加菜的比例改成菜3份，肉1份。这些微小的改变是你身体最喜欢的礼物。行动3，把家里的油换成冷压苦茶油。如果你家里还在用一般的沙拉油或大豆油，这个周末就去买一瓶冷压苦茶油或初榨橄榄油回来。这个改变不会增加你的烹饪时间，但会大大提升你吃进去的营养品质。记得，油要放在阴凉处，避免阳光直射。健康不是恐惧的惩罚，而是习惯的奖励。你不需要完美，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个点项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要谢谢你愿意花时间关心自己的健康，预防癌症。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沉重、很可怕的事情，但其实它可以很简单、很温柔。每天选择多喝一杯水，而不是含糖饮料；选择多吃一口青菜，而不是炸鸡排；选择早一点睡觉，而不是滑手机到深夜。这些都是你可以做到的事情，都是在爱自己、保护自己。现在，我想邀请你做一件事，在下方留言区打上“我要健康”4个字。这不只是一个承诺，更是一个提醒。提醒你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的身体负责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。也许你的一个分享可以救到1个人的命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健康资讯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尽量回复大家。最后，我想告诉你，预防癌症不是恐惧的战争，而是每天的温柔选择。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爱你，只要你愿意好好对待它，它就会用健康回报你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的未来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